东西给我放下！什么事？说吧。苗里，你能不能别老装着这么大义凛然的样子啊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一直赢下去。别太猖狂。如果你找我来只想说这些的话，那我走了。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我，觉得我哪儿都不如你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比你强。我认命，击剑我一直输，我认了。娇娇喜欢你，我也认了。今天你把我弄成这样，我还认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也该你认一回了。让！要打就打，你废什么话？小唐，汪澜他人呢？怎么了？你找他干嘛？臭狐狸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别闹了，这次是正事儿。我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必须快点找到他。啊？看到了吧？走。抓个女人当挡箭牌，朱良辰，你还真的不辜负我的期望。汪澜，我不想针对你，但这件事你非要管，那就别怪我不顾情面。你有情有义，我总不能不好好招待一下吧？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！汪澜这次摊上大事了，来不及解释了。小姑奶奶，快点说他在哪儿？他好像跟苗大神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等等啊！哎，糟了，小景和苗里在东面的空厂房，他们有危险，很多人围殴他们。臭狐狸，你快去搬救兵，我先去救小姐。我去，神仙办事效率就是高啊！喂，姚礼吗？对，出事了，赶紧来救人！啊！把手里的东西给我放下！谁啊？苗里，你怎么样啊？给我打！当时那根棍子离我的头只有10.01公分，我的心情乱到不知道到底是几分之几秒。我不确定眼前这块木头疙瘩是不是爱我，我只知道我本来就不聪明的脑袋瓜，这下要彻底报销。
王兰，你没事吧？王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我那是条件反射。哦。你哦什么呀？对不起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警察来了。幸亏没出大事儿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到现在手都还在抖呢。苗里，怎么汪兰每一次遇到你就没好事呢？狐狸，我也觉得很神奇啊。这不都过去了吗？我们都毫发无损呀。就是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出事的？我就一直觉得你有问题。说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？我就是正好看有人直播，赶巧了。这也有人直播啊？不会火了吧？没，全是僵尸粉，没几个粉丝。那汪兰，刚才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觉得那个救我们的人，可能是我们在度假村看到的那个。奇怪的是，如果他有恶意，为什么要救我们呀？可要是真的是朋友，为什么不现身说清楚呢？这么暗中的跟着，会不会是冲着苗里来的呀？藏头缩尾，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我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。狐狸说的对，我也觉得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我觉得这件事第一个要查清楚的就是你狐狸。你老实说，你之前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出事的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少装！要是你没问题，那皓月师叔为什么让我盯着你？盯着他？盯着他干嘛呀？难道狐狸，你真的知道些什么？你一定要告诉我们，如果下次又遇到什么危险，我们未必会像这次这么幸运了。你听见了没？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和小姐以后都不会理你了。汪兰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不说清楚，鬼才信。其实，你那天发网上的图片，那个标记是属于涂山的。涂山？涂山是什么东西？涂山就是狐族的家北。狐族？哦，合着说到底还是跟你们狐族脱不开关系。哼，果然，你们狐族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行，你得跟我去见师傅。哎，放手！狐族又不是全是坏人，有好人的好吧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会伤害汪兰呢？小桃，我相信狐狸。你说那个给我们标记的人是故意留给我的，为什么呀？反正不管那个人是敌是友，是什么东西，现在形势混乱，翁兰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再离开学校了吧。苗大神，我们也得把他给看住了。嗯。